最虔诚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7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7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就是解说甲业是12业，月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即嘛要来说的解说下面，下面就是内六本，眼耳鼻舌身意事业。月六尘就是讲约外境讲起来啊。就是6种的定境，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的偏重于外境的分法。若要认真讲起来，外面的定境呢，只是色声香味触；下面的法尘应该是属于心内，在意地中所对的物件。这袂使咧解讲是属于外境，不过呢，若是将这个意境来解当作讲是内，当然这个法尘是由意境所对，也会使咧解讲就是属于外。当然呢，也是可以安尼讲法。这个内面的6种的门，这个门呢，咱有一句就讲做六根门头，所以下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这6项呢，就敢若像一个门共款。那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呢？门就是会通啦。比如讲，咱一间厝一定要有门，才会当好将内底通于外面，将内面的通到内底来。甲人讲，这间厝若是无一个门安尼伫厝内的人呢，也无法度好行出去厝外；伫迄个厝外边的人呢，也无法度到甲厝内来。这个门就是灵通的意思。那这个6种的门，第一就是眼，第2耳，第3鼻，第4舌，第5身，第6意。所以就是变成讲眼闻、耳闻、鼻闻、舌闻、身闻、意闻。咱在平常所讲的呢，不是讲闻，是咧讲这个根，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那这个根甲这个门到底有什么款的分别呢？这个根有迄个会成长的意思，比如讲咱树有根这张树就会当好成长。所以有这个眼根来去攀缘色尘中间就会生起眼识。要安尼讲起来，所以咪叫做讲做根这个门就是会通。咱有这个目睭咱内底的迄个分别作用的迄个色才会向对外面来去看外面的物件。耳孔就是有这个耳闻，所以呢，才会当好来去听到音声。总共就是讲目睭是看，耳孔听，鼻孔呢是去鼻芳草。喙子呢，就是去啖迄个咸酸苦碱。这个身躯呢，就是皮肤的感触。咱寒呢，知影好寒；热知影好热。人甲咱拍一个，咱知影好疼。咱摸迄个物件，知影讲这是粗的，或者是幼的，种种这都是属于神经所接触的部分。这个意就是对着法尘。这个法尘又是啥物呢？就是色声香味触
这5项的印象呢，落在咱意地中，那就变成一种的法定的境界。比如讲，咱目睭啦，去看到一尊真正庄严的佛像，啊，这个庄严的佛像呢，就印象在咱心中，就由咱的意境啊去甲伊判断，去甲伊分别。哦，这就是属于法定的境界。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6根的门头呢，会当向外去判断六尘，六尘呢也走入来六根内底，哦，就是有这个灵通的意思。哦，门就是出出入入。下面讲界是18界，讲这个界呢，就是18种的界。这个界就是界限呐。那这个18界呢，就是咧指什么？就是六尘、六闻、六识。六尘、六闻、六识，应该就是六尘、六根、六识。六尘者就是前面所讲的色声香味触法，哦，这是外面6种的尘境啦。那这个六闻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六识呢也是属于眼耳鼻舌身意的迄个六识。这个根甲识是安怎样分辨呢？在这个所在啊，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根就是会去攀缘，但是这个攀缘呐，伊无分别作用。只是一种的直觉的反应，比如讲，咱这个目睭去看到外面的物件，在迄个时阵呢，知影讲有一个物件互咱看到了，到底啥物件呢？伊无搁在第2念的分别。那将这个第2念的分别起呢，应该就是属于眼识的作用。那事实上，这个眼识的作用，嘛是应该是属于直觉性的。搁再进一步，就是由这个意识啦，才起了更加较大的分别作用。所以咱即马这个眼睛来去判断外面的色尘，迄个所在起这个眼识的作用，也有这个眼识的作用，再过来传送互迄个意识的作用去。所以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其中呢，这个意识是一种的妄念的分别。前眼耳鼻舌身的5识应该只是一种的直觉的分别而已。咱的目睭看外面的色景，中间呢升起了眼识；耳根呢听到外面的声尘，升起了耳识；鼻根去闻遍迄个芳草的味，就升起了鼻识。咱的舌根呢去啖迄个咸酸苦涩，就变成一种的色识。咱的身根甲外面的接触，就变成一种的形识。意根呢去判断法定就变成一种的意识。那这个意识除非意根判断法定以外，搁再有伊的这个独头意识啦，以及甲公乱禅定等等意识的作用。因为咱即马所讲的只是一个简单所以就无讲到遐尼只远的所在去。即马讲这个界呢，就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讲内外中间，六根是在内面，六尘在外面，中间呢升起六识。内外中间本来是只有3个界限，但是呢，因为每一个界限有6个，所以3、6、18变成叫做18界。因此，六祖慧能大师才讲界是18界，六尘、六尘、六闻、六识是呀。即摆咱说来解说下面，就是讲自性灵含万法，名含众识。讲这个自性会当好来含万法，所以呢，
就名呢，叫做讲做含藏识，所以叫做讲做自性灵含万法。这个自性就是咧自然众生的自心体性，自性这就是咱自己的心性的意思。就是讲，咱自己的心性呢，是会含藏了万法。欲自性会含藏万法这个所在啊，就该名叫做讲做含藏识。这个含藏识呢，应该呢，就是名叫做讲做无赖识。因为这无赖识啊，是有含藏着根身器界的迄个精旨，所以呢，名叫做讲做含藏识。欲迄个含藏了一切万法的所在啊，名该叫做讲做含藏识。这个五音六业12处18界，也可以讲就是遮所讲的音界业的一切万法，拢是在这个自性的大海上的一个浮凹。也对这个自性大海上的这个浮凹，咱会当好好来去甲伊了悟的这个所在啊，咱呢就会当好来克悟这个如如的自性。不过在这个所在呢，是啊，以这个自性啊，以这个总识来看这个自性。以这个总识来说明自性，咱确实袂使甲伊讲总识迄个物件呢，就是叫做讲做自性啊。对这个意思啊，我伫遮呢，爱过来甲咱各位啊，来说明一个更较清楚。这个自性甲总识啊，到底是什么款的分别呢？总识名叫做讲做含藏识，含藏识呢？那是一般咱所讲的叫做无赖识。这个无赖识内底呢，是含藏了世间一切诸法的精旨啦。咱普通直接讲做三界为心，万法为识。那就是讲咱世间的一切诸法啦，拢都是由有这个特别无赖识所显现的物件。这咱就是咧说明啊，总识的意思。但这个总识呢，乃是一种的真妄合合的物件。所以叫做讲做真妄合合呢，就是讲有这个无明来分析真如，啊，这个无明甲真如的合合迄个所在，伊的体呢乃是真如，但是外面啊已经受到无明的熏染啦。安尼甲伊合合起来，名叫做讲做特别无赖识，也名叫做讲做含藏识。因为是受到无明的熏习，所以在迄所在就会变现了世间一切诸法来。这就是一般所讲的无赖识的缘起。啊，这个自性呢，应该是完全来指迄个清净的部分。那这个自性灵含万法，又是怎样广泛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讲，虽然由于这个真妄合合变成个无赖识，那这个无赖识呢，也变现了世间一切诸法，但是伊的体啦，要是自性的体性，因为伊的体呢，就是自性的体性，所以这个世间一切诸法。由这个特别无赖是显现的，也等于啊，就是由这个自性啊随缘显现。所以呢，在这个哪的缘起，佮进一步就是名叫做讲做真如缘起。这个哪的缘起的意思，就是讲世间的一切的事物啦，都是由特别无赖识啦所变现。啊，这个真如缘起呢，就是咧说明讲。咱世间一切诸法呢，就是由这个真如自性所显现。啊，由于这个真如自性受到无明的熏染，变成特别无赖识。
这个地表乃是显现一切诸法，等于就是由于这个自性啊来显现万法。所以名叫做讲做自性灵含万法。不过呢，这个自性灵含万法啦，较无容易了解，所以就以这个何乃是灵含万法来说明。所以才讲做自性灵含万法，名含藏识。若是咱一般的讲法呢，含藏识甲自性啊，这个自性呢，就是完全啦，属于清净的方面。含藏识呢，这是真妄合合的物件。所以应该啊，若是咱要严格讲起来，爱甲分开，袂使甲南在做一伙。下面讲欲起数量，即是转识成略识，出略文，见略定，如是18界，皆将自性起用。讲假若啊，若是起这个数量，起这个数量就是讲起思维啊量度。那起这个思维量度呢，也就是讲起分别心啊，来发起了分别的作用。讲假若若是起分别心来发起了分别的作用啊，安尼呢就是啊转识成略识。转识的这个转就是转变的意思，迄个识字就是咧指代表何乃是的本体，就是讲转这个代表何乃是呢就变成啊略识。这个略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安尼合起来呢，名叫做略识啦。这个含藏识代表何乃是呢？伊是啊一切分别心作用的本体，但是呢，一起分别作用啊，乃是第七识。伊就甲渐略识，伊就甲第六意识，就是讲前五识啦，第六意识、第七识，因呢伫咧起这个作用。那其中呢，这个作用啊，较厉害呢，就是第六意识。伫遮所讲的这个略识，甲第六意识的意思啊，搁再无啥共。伫遮我安尼甲分别说明。伫遮所讲的略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6种的识呢，叫做略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略识呢，搁再甲分做两大类。眼耳鼻舌身，名叫做前五识。最后的意识呢，名叫做第六意识。前五识呢，只有直觉的作用；第六意识呢，只有迄个分别的作用。也就是讲，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啊，非常的强；前五识的分别作用呢，并不较强。真的是了解唯识的道理的人呢，当然呢，就会当了解这个意思。即嘛，遮就是讲含藏识啊，那是生起数量分别，安尼呢，就是啊，转这个含藏识啊，变成眼耳鼻舌身意6种的识。这6种的识呢，就是出略文啊，见略定。出略文就是讲将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6根门头走出去。走出去呢，就是去看迄个略定的境界。这个看就是攀缘，也就是分别的意思。就去攀缘啦，去分别迄个外面的境界。如是18界啊，皆将自性起用啦。讲像前面所讲的这个18界，这个18界就是咧指略根、略定、略识的18界。这个略根、略定、略识的18界啊，拢都是将这个自性来发起的作用。不过，这个自性发起作用呢，下面啊，却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自性若邪起18邪，
自性作证呢，起18证，就是讲在这个自性，假如若是邪呢，就起了18邪；自性若是正呢，就起了18正。啊，这个自性哪里有正，哪里有邪呢？所以对这个道理，咱也是无详细来甲说明，可能变成生起一种的误解。自性根本是无正无邪的物件，不过这个自性啦，会随缘变现。自性若是随着迄个染污的缘，就起了染污的作用。这就是遮所讲的自性作邪呢，起18邪的意思。自性作正，起18正，这就是讲这个自性啦，若是受到迄个清净缘啦，那么就是起了清净的作用。这就是自性作正啊，起18正的意思。咱在这个所在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目睭去看到这个物件，也所看这个物件到底你起什么款的念头？这个应该就是随着你所看迄个物件而有所不同。咱即摆呢提一个真正明显的对立来说明。譬如讲，咱目睭去看咧佛祖，因为咱所看这是佛祖像，非常非常的庄严。换一句话讲呢，外面的这个经验乃是一种的清净的经验，所以就引起你这个内心对佛祖生起迄个恭敬，想要来信佛，想要来拜佛，想要来布施做功德。那这就是遮所讲的自性入正起18正的意思。我倒转来讲呢，假如讲你目睭所看是一个属于财色等等的这唔好的境界，你这么看了呢，内心也起迄个邪念，起迄邪念呢，你可能会做出财色等一些不正当的代志。那这就是讲，你这个自性随着迄个染污的因缘，所以变成起了这个染污的作用。这就是遮所讲的自性作邪呢，就起18邪的道理。对这个意义咱唔通甲伊误解。自性哪里会邪？自性哪里会正？自性本来是无正也无邪的物件。就是随着外面的经验，咱了解这个道理了呢，就知影讲咱这个六道凡夫的世界是安怎由来。六道凡夫的世界就是咱这个真如自性随着染污的因缘所变现的物件，而且这个染污的因缘的程度有深有浅。这个染污的因缘上深的，就变现了地狱的世界，地狱的众生。这个染污的因缘上浅的，也可以讲就是属于天上的世界，天上的众生。这个自性随着迄个清净缘所现起的呢，就是声闻乘人，以及声闻乘的涅槃境界。过去的就是辟支佛性的人，辟支佛性的涅槃的境界；过去的就是菩萨性的菩萨，菩萨的境界。最悬呢，就是佛以及佛的境界等等。这呢，拢就是自性随着迄个染净的缘所变现。咱了解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讲，咱这个世间，或者是讲咱人类。其他的这种种的动物类，原来是自性显现，不过这个自性呢是随着这个染污缘所显现出来。上个世界也是自性显现，但是上个世界呢是随着迄个清净缘所显现。
是虾米人的清净缘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的清净缘。搁再过就是修弥陀净土法门的人，每一个人的正业的缘，有这个正业的缘，就显现了清净的世界；有这么缘，就显现了这么世界。咱了解这个道理啊，咱都要进一步要体会讲。咱要如何来庄严咱这个世间？要庄严咱这个世间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心要端正，每一个人心要清净。假如讲每一个人心有端正，每一个人心有清净啊，咱这个世间呢，一定啊也是一个安和乐利的世间。咱这个国家，咱这个社会，假如讲咱每一个人的心呢，拢真恶质。咱的心拢真歹，也拿呢强业所成啊，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痛苦的、真正不安的这款的世界走出来。所以，咱伫咧修学佛法的人啊，上界重要，必须呢先清净咱自己的心，然后呢爱去净化世间人类的心啊，对咱的家庭净化起，才对咱的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乃至咱的社会、咱的国家，进一步呢，才对世界。咱今仔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讲混乱？为什么这样讲痛苦啦？这就是由咱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的强业，而且这个强业是一种染污的强业，不是一种清净的强业。将这个自性作邪起18邪，自性作正起18正，这个道理啊，我提出这个说明。这句话讲，就是讲，若是随着迄个染污缘，六根、六定、六识啊，就变成染污的作用；若是随着这个清净缘，六根、六定、六识变成了清净的作用。这就是自性作邪起18邪。自性作正起18正的道理，最轻先听讲，咱今这部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即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